都市人好多疼痛都係因為運動太少，氣滯血瘀、經絡不通，造成慢性嘅肌肉酸痛。但係同樣地，唔正確嘅運動姿勢，又或者過量運動，都會造成勞損同疼痛。一般嚟講，運動之後嘅乳酸累積會造成肌肉酸痛，中醫視為筋勞損，多數1-2日自行緩解。運動之後適當嘅拉伸係可以減輕酸痛，但係太激烈嘅運動、強度太高，都會造成肌肉僵硬、繃緊、酸痛。冰涼感嘅藥油可以舒緩痛楚，熱敷可以促進血液循環，加快痊癒。另外，按摩可以緩解到我哋平時揾唔到嘅壓痛點。我哋不妨揾出壓痛點，係中醫叫亞視穴，就係筋結同埋氣結嘅地方。定點按摩，捽翻鬆佢，會有即時鎮痛嘅效果。配合藥貼就會有事半功倍嘅功效。